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九天杯太子极限宽大赛，有21个人报名参加，因派到三太子的新人啊，挑战到1000多公里的宽大任务，昨早起顺利行回终点站。 选手甲三太子的大前翁啊，做伙通过终点站，真侪人伫热烈的欢迎。今年第13年的九天杯太子极限宽大赛，即摆总共有21人报名参加，包括社会人士甲学生。因用步练方式，举三太子的大前翁啊，挑战1000多公里的宽大任务。借由环台这样的一个过程呢，我们可以说是文化极限运动。28天之后，每个人挑战自我，都脱胎换骨。 今年13岁，叶建哲唔那是上少年的参赛者，佮连续第3年报名，今年嘛第2摆摕到金牌，真无简单。除了这以外，高雄中学嘛第4年组队参加，虽然讲因为安全的考虑，被清水断崖无继续挑战，但不过最后依然有得到奖项的肯定。算铜牌奖，就是奖项其实可以先暂且放一边了。很多时候就会自己想要放弃，但是还是会希望 自己想要撑完这一程，对。主办单位讲，今年除了要克服炎热的天气以外，还有拄着风台，要停3天，加在最后这选手拢展现坚强意志，成功到终点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